咱台灣即馬進入超高齡的社會，根據人力銀行上新的調查，45歲以上的人希望59歲會當提早退休，這是比去年減4歲。嘛有要6成中高齡就業的人講，捌佇咧工課場因為年歲受到歧視，所以會家己找資源去上課，希望提升競爭力。根據國會統計，台灣65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20%。面對人口的老化，中高齡就業的問題是愈來愈受到重視。為着會當對着少年人的腳步，有中高齡就業者驚失去競爭力，家己嘛開始找資源去上課。我其實是上過 AI 的課程的，因為我嘛足驚互時代淘汰，不過我嘛有去看即擺最流行的 AI 繪圖啊，嘿，什麼軟體啊，像講譬如什麼 ChatGPT 啊，上起碼講人講的時陣你聽有，唔知袂講哦，唔知這是啥物物件。有人力銀行針對45歲以上找頭路的人做調查，調查發現，勞工希望退休的年歲平均佇59歲，比去年減4歲。調查嘛指出，有6成中高齡就業者表示，捌佇職場內底因為年歲受到歧視，甚至有人因為年歲無符合，怎啊無互人錄取。但重返職場哦，其實呢，中高齡認為啊是蠻有困難度的，而且困境蠻大的。最常遇到的困難，他們覺得最擔心遇到的狀況。排名第一呢是年齡歧視，找不到工作，接下來職務可能會被年輕人給取代，同時啊職能可能會不足，工作的選擇也會變少。人力銀行鼓勵中高齡的勞工要找頭路，會當先去上課，親像人力銀行也是真濟大學，攏有推出 AI 規劃師相關的課程，幫助中高齡勞工會當對着時代進步。今年其實因為 AI 很夯嘛，所以像我們公司之前也有跟輔大合作推出了 AI 應用規劃師的相關課程。那這個課程當然有分基礎跟比較進階的，所以其實基礎課程我們就非常歡迎中高齡的上班族可以一起來加入。另外，其實我們有提供蠻多免費的線上講座，那當然就是會有各行各業的講師，可能針對 AI 或者是新科技的應用部分，然後來進行傳授。另外，台北市就業服務處嘛宣布，後禮拜六要佇圓山花博公園舉辦就業博覽會，強調17歲到70歲攏會當去找頭路，會邀請188間的企業推出8500個課，鼓勵有找頭路需求的民眾會當把握機會。記者吳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